中伏都係中伏。響 YouTube 睇港人內地買樓嘅視頻，最多就係呢個詞啦。好多地產佬咧就唔會同你講點樣規避呢個地雷，點樣唔中伏。今日波波話俾你知，首先做個自我介紹啦。我本身咧就係廣西南寧人嚟㗎，嚟咗中山20年啦。咁響呢邊結婚啦、生仔啦、細路仔已經響呢邊讀書啦，都算新中山嘅人嚟㗎啦。響呢邊定居，我都係一個外地人嚟到中山呢邊就業買樓，響呢邊生活。咁嗱，今日咧我就將一個外地人同埋將一個地產佬嘅經歷話俾你知點樣唔中伏。OK， 啱先忘記講啦啊！我咧就係啱嚟中山呢邊咧就做酒樓嘅啊，做咗有10年多啲啦。咁2019年咧就正式入職咗貝殼找房，咁做到依家啦。我哋間門店咧就係響中山石岐區嘅經濟總部區，旗江新城時代雲圖花園13卡樂園地產啊。嗱，呢個係貝殼加盟店嘅啊。首先第一個點樣去避免中伏？查實好大一個問題咧，就係睇樓團貪小便宜啊嘛。咁點解話會跟睇樓團去中伏咧？你諗下，收你幾錢啊？99定係168？2日1夜定係當日來回返程？你要計翻條數先。我哋正常響香港嗰邊坐大巴翻到內地，你去珠海、中山或者係江門、惠州呢啲地方，單程嘅車票一般都係1嚿水左右啦。咁你往返都200蚊左右啦。你諗下啊，人哋先收你幾錢啊？收你100幾廿蚊。你以為佢哋帶你翻嚟睇樓團，即係當我哋依家響國內咁樣去旅遊咁樣啦？你以為人哋真係嘅話，將你帶去嗰啲好靚嘅樓盤啊，生活配套非常之成熟㗎，跟住周邊配套咩都有嘅嗰啲樓盤咩？唔會㗎，我話俾你知，咁多樓盤，佢哋點解話要帶你去嗰啲嘅山卡卡？唔好賣嗰啲樓盤，即係內地人基本上本地嘅人響或者係響中山呢邊就業時間長啲嘅，了解少少信息嘅，都唔會買嘅嗰啲樓盤。咁邊啲樓盤咧？咁我就唔講得出嚟啦，係咪啊？咁即係等於講你斷人財路，好似殺人父母咁樣，呢啲嘢我哋唔做。但係咧，我意思就好明白嘅，睇樓團呢樣嘢。咁啊，大家去衡量啦啊！如果你撳得住你個荷包嘅，咁冇問題。你參加啲睇樓團，咁你咪當翻大陸睇下我哋大好嘅河山咯，睇下大灣區改革開放呢幾廿年嘅成果係咪啊？睇下個變化，咁樣係冇問題嘅啊！咁但係咧，你又諗住話，我跟住嗰啲睇樓團翻去啊，有車接車送啦。跟住又可能去買到嗰啲靚嘅住宅啦、靚嘅公寓啦，係咪啊？又平又靚，係嘛？冇嗰啲嘢嘅，我同你講啊，只會帶你去嗰啲嘅真正係呢邊冇人買嘅嗰啲樓盤。OK， 咁睇樓團，大家一定要醒定精神啊！呢樣嘢唔做得嘅。第二個嗱，呢個同第一個咧差唔多嘅，但係呢個比第一個睇樓團仲更加得人驚嘅豪車接送啊！基本上就係阿里法或者係 BBA 啊，全部係揸靚車嘅。跟住佢哋係點樣操作呢？即係同你講啊，中山呢邊啊，有邊啲樓盤好靚啊，性價比又好高啊，跟住未來嘅發展如何啊，增值啊，咁跟住又點樣啊，一大籠嘅。因為國內佢係咁樣，佢嗰啲廣告宣傳詞啊，法律唔係點保護嘅你話，你好似依家咁樣賣車嗰幾條友咁樣，邊間電車啊，邊個品牌啊，佢先做咗幾年車，又話50萬以下最靚嘅車啊，又話500萬以下最靚嘅車啊，即係等於講喺大陸呢邊咧。亂咁吹水係唔犯法嘅，明白嘛？所以話咧，豪車接送呢個真係好大問題嚟。你諗下啊，租台車
兩地牌基本上嘅話，本身台車攞牌就好非常之難㗎啦。咁佢嘅成本擺咗喺度，你諗下啊，一嚟一回個油費啊，跟住司機嘅費用啦，呢啲費用一攤埋一齊，咁你諗住佢會拉你翻嚟大陸呢邊，拉你翻嚟內地呢邊，會拉你去睇嗰啲好優質嘅樓盤咩？點解一直我同你講好賣優質嘅樓盤同埋唔好賣本地人都唔買嗰啲樓盤？點解會有個咩嘅呢？就係提成問題，即係佣金問題啊！唔好賣嗰啲樓盤咧，俾啲佣金好高嘅，我同你講，分分鐘你買一套樓100萬，佢嘅佣金10萬8萬啊，唔係講笑噶。如果好賣嗰啲嘅優質嘅樓盤，佢唔會俾咁高嘅，1萬幾2萬3、4萬咁樣咯，頂天都係4萬零5萬蚊，頂天噶。所以話咧，咁你諗住豪車接送睇樓團呢啲，佢哋就係捉住咩咧？捉住即係等於講你哋對呢邊嘅信息唔了解，拉你去嗰度話呢度空氣好啦，有5季3百啦，呢邊有超市啦，有港澳直通巴啦，有呢樣有嗰樣啦，未來有呢樣有嗰樣啦，全部都係講呢啲嘅。但係你買咗之後，我同你講70%、80%都係冇嘅，即係佢哋由佢哋口入邊講出嚟嘅。OK， 第4樣。低價樓盤吸引，我碌到個影片話珠海嗰個咩別墅區幾十萬搞掂啦，幾十萬2、3萬可以買別墅啦，大佬2、3萬買唔到別墅㗎，你就算返我鄉下廣西嗰邊響村入邊起嗰個自建房連地連起身裝埋修冇100個都要7、80萬啦，係咪啊？你有乜理由響珠海呢啲、中山呢啲咁嘅城市會賣2、3萬嘅別墅俾你呢？嗱，呢個咧就啱先同你講到噶啦。大陸呢邊吹水係唔犯法嘅特別係依家啲自媒體，即係我都係做自媒體嘅即係比如講，如果係我依家係響度同你吹緊水，係唔犯法嘅，但係咧我唔吹水實在地產佬嚟噶。OK， 佢係咁嘅，咁我當佢30萬啦。嗱，依家大陸呢邊咧執行大灣區呢邊咧，中山同埋珠海都係執行15%嘅首期嚟㗎即係100萬嘅樓，15萬就可以搞掂啦。即係比如講佢間屋係200萬嘅，佢話30萬係冇錯嘅，但係仲有去做高屏嘅高屏高貸嘅，包括新樓都可以首期首付首付都可以分期嘅。即係比如講500萬嘅別墅，如果你係貸款，你有資質嘅，可以貸款嘅500萬嘅別墅10萬蚊都冇問題嘅，明白啊？即係就係咁嘅意思。所以話咧，當你哋見到嗰啲影片寫住話呢套洋房10幾萬買到咯，1000尺或者8、9、8尺了解清楚啲呢啲咧就係低裝嘅引流嚟㗎，用價格吸引咗你返嚟先。咁好啦，你返到嚟咪好食好招呼咯，去接你即係比如講你返到我哋中山港嘅碼頭或者係響邊個港澳直通巴士站跟住咪去接埋你咯，接埋你上咗車之後咧，跟住再拉你去嗰啲又係嗰啲唔好賣嗰啲樓盤。可能價格有啲走差唔會話真正拉你去嗰啲嘅配套又好又係城區嘅各方面又優質嘅樓盤因為嗰啲樓盤賣得貴嘛，佢只會攞嗰啲嘅平靚唔靚咁見仁見智啦，係咪但係咧配套肯定冇咁成熟嘅嗰啲地方所以呢一點低價格吸引引流呢啲影片咧，咁又要注意啦。咁你睇咗呢啲影片，好容易真係嘅頭腦發熱因為人唔係機器嘛，係一個理性嘅嘛。即係有時一見到現場又幾火爆喎，係嘛？咁但係你知唔知中山依家呢邊咧，到咗週末間中會有啲樓盤嘅，會請嗰啲吃瓜嗰啲群眾
一嚿水包個盒飯啊嗰啲㗎，係嘛？當然唔係全部都係咁㗎啊，個別嘅啫，係嘛？嗱，反租盤呢個咧，又係讓我哋好多港澳嘅朋友，包括內地外省嘅朋友、外市嘅朋友，都係中伏，都係踩坑踩女㗎啦啊！你諗下啊，哇去到見到，哇棟公寓好靚仔喎，哇價格又好平喎，哇佢話反租喎，啊我投入100萬落去買2套，買3層，跟住10年8年都返嚟啦喎，個回報率9個點喎，10個點喎，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你信咗呢啲嘢？你唔中伏，我跟你姓啦。反租盤呢個問題咧，真係好得人驚嘅。啱先講咗啦，按照依家目前內地嘅話咧，佢係長期儲存啲銀紙啊，1厘嘅息到2厘嘅息，3厘都唔到嘅。理財產品咧，可能咧有啲2厘幾、3厘多啲啲嘅，啊，正常都係。咁你計翻回報率1-2厘嘅嗰啲息係嘛？如果真係有10個8個點嘅回報率，去到成分息嘅，去到8-9厘嘅，使咩叫外地啲朋友過嚟買啫？係咪啊？直接中山。直接深圳、廣州嗰邊嗰啲老細過嚟消化佢得啦，又唔係要攞1000幾百萬去買層樓、去買間公寓，係咪啊？反租盤呢個大家一定要注意，無論你係睇影片定係宣傳單定係所謂嗰啲嘅好大嘅開發商，呢個企咩嗰個企，即係啲企業啊，冇信，真係冇信啊！你見到呢啲咧？宣傳單張攞返去當廢報紙賣咗佢，啊影片直接抹咗佢，冇信呢啲嘢啊，非常之得人驚㗎。嗱，講完以上咁多啦，查實點解會造成咁多咁亂嘅咁多埋伏俾到我哋外地嘅朋友去踩落去呢？查實講真。大灣區開發，包括香港嘅政府嗰邊，都係希望，比如講我哋香港嗰邊嘅生活成本高啊，壓力大啊，想讓大家返到大灣區呢邊去養老啊，去度假啊，咁樣嘅嘛，係咪啊？因為而家大灣區咧，成個珠三角嘅城市咧，基本上基建咧都做得好靚嘅，特別係廣州啦、深圳啦，呢兩個係大一線城市啦，係咪啊？咁除咗呢兩個之後咧，咁東莞啦、世界工廠啦，可能咧就會亂咗啲。啊，中山同珠海咧，呢兩個城市咧係非常之特別嘅，特別喺邊度咧？呢兩個城市係全國宜居城市入咗榜嘅。咁入咗榜之後，環境好啦，跟住包括依家嘅交通方便咗啦。珠海話走港珠澳大橋過嚟。中山嘅話，依家深中大橋開通咗，你哋響深圳過咗口岸，跟住響深圳口岸嗰邊嚟到中山1個鐘左右就到㗎啦，分分鐘都唔使添。啊，揸車揸快少少，走深中通途，唰一聲過嚟啦。以前要兜過虎門大橋啊嘛，依家唔使啦。啊，將個距離咧縮短咗成70-80公里㗎，係咪啊？即係縮短嘅路程係好誇張㗎。咁除咗交通啊，除咗城市嘅建設呢啲之外咧，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依家啲我哋要講求嗰個生活配套啊，同埋醫療配套啊嘛，係咪啊？咁以上我講咗嗰啲嘅佢哋嘅生活配套同埋醫療，特別係醫療呢一塊啊，無論係大人啦同埋細路啦，因為啲免疫力啊、抵抗力啊冇咁強啦嘛，你去見到嗰啲又賣得又平，跟住又山卡卡嘅嗰啲，你覺得佢周邊嗰啲醫療配套好好咩？唔會好好嘅。我羅列咗幾個好少少嘅醫療俾大家。嗱，
第一個鎮區嘅話咧，小欖嘅小欖醫院 OK 㗎啊，但係小欖嗰邊咧工業多，可能你哋唔會揀。再一個咧，火炬開發區嘅，依家改成咗第6人民醫院，嗰個 OK 㗎啊，成個醫療配套 OK 㗎。但係嗰邊咧就係屬於係住同埋工廠一半都有嘅。咁再一個咧就係坦洲啊，坦洲醫院同樣都係 OK 嘅啊。咁好多香港、澳門嘅朋友啊，你哋響坦洲嗰邊都住咗啦。如果係你響坦洲嗰度嘅話咧，即係比如講身體檢查啊，或者係有少少唔舒服啊，去嗰度睇醫生嘅話，你都 OK 㗎。坦洲醫院啊，但係上到嚟三鄉嘅新人民醫院三鄉分院咧就一直未起身嘅啊。舊嘅三鄉醫院咧喺烏石嗰邊咧，嗰個咧就過得去咯，只可以話過得去啦，好嘛啊！包括神灣呢邊都係咁樣噶啊，神灣醫院都係過得去咯，只可以咁講，係嘛？咁你講到三甲醫院嘅話咧，咁你就要往城區呢邊睇啦，好似代醫院啊、人民醫院啊、中醫院啊啊。嗱，講到呢個中醫院啦，中醫院咧嗰邊係屬於西區嘅彩虹片區一個板塊嚟嘅，相信好多朋友都喺嗰邊買咗樓噶啊，特別係中旅彩虹，又係香港嘅開發商過嚟開發嘅，佢嗰邊咧就係真係衣食住行咩都方便嘅啊！但係咧你要知道啊，彩虹片區嗰啲價格嘅話咧，同某啲鎮區嘅咧係有走差，但係唔會好大嘅。OK， 都係信息差，讓大家踩咗好多雷，中咗好多伏。查實依家信息咁透明嘅情況下，大家翻到內地呢邊咧買樓、租樓，你哋可以響影片嗰度多睇啲，多觀察下。嚟到呢邊之後咧，冇咁急住去落手。最好嘅方法咧就係，首先第一個先租。你話哎呀，我有朋友啊響呢邊定居咗啊，點啊，我又想響呢邊咩啊？因為每個人咁。你諗住啦，就算再 friend 嘅朋友都好，我住喺呢度住咗落嚟，可能我覺得有啲唔舒服咯。但係你係我朋友，你喺香港嗰邊翻到呢邊，咁你問我住得舒唔舒服，我肯定話俾你知住得舒服啦，係咪啊？唔通講真嗰句啦，中國人係要面嘅嘛，唔通話我話俾你知，頂咯，買錯咗咯，咩咯，唔會㗎。就好似我接觸咗有一個朋友又係咁樣，佢喺香港嗰邊翻嚟，佢跑運輸嘅，買咗3次樓先揀啱咗。前面嗰2次咧，人哋就昆佢去買嗰啲咩沙溪105國道邊上㗎，跟住佢就冚聲去買咗啦。啊，買第2套嗰陣時咧，咁佢買咗中醫院嗰度啦，中醫院嗰度係 OK 嘅，啊，跟住喺嗰邊住咗咧，但係中醫院嗰邊咧都係。下邊啊，冇飲食方面啊就差啲嘅啊，飲食配套差啲嘅。跟住第3次咁啱就撞到我，即係我唔係自己吹啊，我就介紹佢嚟咗石岐呢邊，買咗石岐呢邊嘅，咁成個生活啊，成個醫療啊咩都齊晒嘅。咁依家佢喺呢邊住得好安定啊，住咗6、7年噶啦。佢諗住佢話到時可能都唔一定翻香港啦，就係間中翻下去咯，好嘛？我哋言歸正傳啊，講翻呢個信息差呢個問題。咁可能你要響嗰啲影片嗰度會見到睇到好多嘢，難以判斷真定係假。咁今日波波咧就同你介紹下貝殼找房。咁貝殼找房咧由我哋左輝啊，響北京鏈家嗰度做嘅，佢係第一個做不吃差價、房源真實、交易透明嘅。咁佢做咗之後咧，咁就響前幾年就上咗市啦。香港嗰邊咧，你哋可以 check 得到嘅，2423股票代碼，同埋響紐交所嗰邊都上咗市嘅，即係雙上市公司嚟嘅。咁我哋做嘢咧就係非常之認真、透明、信息化啦。我將呢啲公示函俾到大家睇。OK。嗱，呢啲咧就係我哋公示函嚟嘅，我哋公示出去啲嘢咧就係100%真實嘅啊！我哋都按照左輝我哋左總嘅經營理念去做我哋地產人應該做嘅嘢。
係咪？咁大家翻到呢邊咧，可以下載一個貝殼找房，上邊咧租樓買樓都有嘅。或者你話哎呀，我上網睇嗰啲嘅唔知真唔真實喎，又環頭又唔熟悉喎，各方面啲嘢都唔係好熟悉喎，都冇問題嘅。咁我俾到大家一樣非常之好嘅建議咧，就係咁樣，你哋可以坐大巴，依家好多條線嘅，翻到大陸呢邊查實買樓你哋揀幾個地方啫嘛，南部嘅三鄉、神灣、坦洲，東部嘅火炬開發區、南朗，咁中心城區咧就係東區咯、南區咯、石岐區咯，同埋西區咯，呢幾個片區咯，好多都係有直通巴士翻到嚟嘅。你哋坐直通巴士，朝頭早飲完茶，咁翻到嚟大概中午到啦，翻到嚟去揾個落腳點，跟住去到我哋貝殼啲門店，跟住將自己嘅訴求講出嚟，係咪大概我係想咁樣？但係一定要記住，最好係先租，係咪啊？因為你租咗之後咧，2000蚊、2000零蚊嘅月租，咁你租得住得幾個月？如果覺得唔 OK 咯，咁咪退咗租佢咯，退咗租佢，跟住又換個地方咯，係咪啊？當你租房住得舒服嘅情況下，咁你咪再響隔離揾咯，睇下有新房有二手啊。如果係有二手，就揀二手啊，因為二手佢嘅配套係現成嘅嘛，係嘛？新房咧佢未交樓嗰陣時，佢交咗樓嘅話，咁大家知道啦，呢幾年好多爆咗雷嘅喎，你又唔知佢會唔會爆，係咪啊？咁就算佢唔爆咯，收樓嗰陣時你又唔知個環境係點樣仲有有啲新樓佢係有現樓嘅，即係嗰啲大嘅樓盤2-3棟即係好似坦洲嗰邊嘅中澳新城隔離仲有幾個大盤佢啲係即係等於講一期已經入住咗啦，咁二期依家賣緊啦，係咪啊？或者係你去問問住緊嗰啲住戶傾傾偈啫嘛，冇咩㗎，係咪啊？問問佢，你哋響呢邊住，啲細路仔響邊度返學響邊度買菜響邊度飲茶基本上都會話俾你知嘅。咁點解要去了解呢啲咧？因為你要諗住以後要轉手嘅嘛，大佬，係咪啊？咁比如講你以後轉手，如果我拉你去個山卡嘅地方，周邊又冇咩工廠，又冇咩產業，咁以後你賣俾邊個先得㗎？係嘛？你冇話我100萬買翻嚟嘅，我冇所謂咯。我到時我賣佢80萬、60萬，係咪？我當商品樓都係一個消耗品，唔係咁嘅喎。你60萬、80萬都要有人接先得㗎，冇人接嗰陣時，咁你賣俾邊個係咪啊？所以一定唔使急翻到呢邊你咪當耍下咁樣咯，係咪啊？晚黑到咗7、8點鐘嗰啲車，你咪坐翻車翻去咯，翻到去都未到10點，係嘛？所以綜合以上咁多嘢咧，總結下，啱先講到嘅嗰幾樣，睇樓團豪車接送低價格引流嗰啲嘅視頻呢啲係最容易讓我哋中伏噶啦，反租盤同埋啱先講到嘅信息唔透明啦、信息差啦，呢啲咧就係讓到我哋大家好容易去踩氹好容易中伏，就係呢啲啦。所以想了解詳細少少嘅中山大灣區你哋可以花多啲時間翻嚟唔使話一嚟到就我哋港人、香港人做嘢，我知道累力前行好快嘢、好快手嘅2下就咩嘅。唔使咁急㗎，真係嘅，俾多啲時間自己，就係為咗讓以後自己嘅物業包括保值又好咩又好啦，住得舒唔舒服啦，係為咗自己咋，唔係為咗邊個，明白所以訂閱下波波實在地產佬嚟㗎真係有咩同大家講咩嘅，下一期影片再見，拜拜。